来看台南市南西区公有市场，因为地动损害要拆掉重启。中继市场5月23已经完工启用，也毋过有部分的生理单是怨叹讲上矮佮上狹大，所以28位目前只有8档尔。因为旧市场月底特别断水断电咯，所以即马市场处是跟这家这的打商来协商。 台南市南西公有市场的贩仔透早就无闲，甲冰箱搬来到临时的市场，准备要暂时锁来遮做生意。因过单位敢若2米宽，深度嘛只有2米4，有的贩仔的工作台拢有到3公尺长，根本就摆袂落去。若放一台冰箱，剩的空间嘛真有限。不过这个贩仔嘛当暂时困在遮忙做。冰箱一台，我落去啦，放到遮，我明仔做。好啦，好啦讲。 啊，都嘛凉凉啊啦，啊都细根无要紧啦，啊都暂时尔啦。因为进前的大地震，台南市南西公有市场受损严重，就要拆掉电线。旧市场按算月底就要断水断电，不过也有未少贩仔伫遐咧摆摊。针对市府安排的临时市场，贩仔嘛有未少意见。他那边伤贵热，我的物件寄到遐绝对要海了了。 没办法做那个生意啊，就是空间太小，我的运用空间无法大，租地自己建，不然就是跟人家租的，人家建好租的。营业摊铺商的一个2万块的一个补助，是让摊铺商能买、购置以及使用相关的一个适合的器具，让在我们的中继站等地方来做一个营业。 原底南西公有市场大约有700多平，不过即马临时的市场大约敢若150平左右，是去做货柜厝的形式，总共28家，目前敢若8档搬入去。针对这件代志，台南市市场处嘛讲，若有贩仔无法度接受，拍算要另外找所在来摆档，嘛会当申请营业设备补助来买新的设备。就算想要另外找所在来摆档，市场处嘛有提供租金补贴的方案，会当照顾一寡受灾贩仔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